一個音高，點解會一個聽落比較鬆，一個聽落比較壓呢？原來嘅問題唔響音高喎，係咪大多數嘅人都以為高音嘅難度只係睇個音高呢？原來真正嘅差別呢係響壓縮嘅方式喎。等一下，你會發現其實兩種呢都唔會係對與錯。我哋去第一層分析，首先要講嘅就係分析 K 音先。K 音嘅呢就共鳴比較開，空氣流動感比較強，聽感亮但係唔厚。但係呢種唱法係有一個代價。好，我哋先去第二層對比，跟住又到阿 Jam。阿 Jam 嘅係壓縮集中，聲帶閉合，感強密度高，所以你會覺得更有衝擊。但係點解有啲人覺得比較雷耳呢？核心開放營運聲等於空間感大，而壓縮營運聲等於密度集中。所以呢，阿 Jam 同埋泰妍嘅風格兩個係完全唔同。好啦，下次我會做一個更明顯嘅例子，同樣音高，但係音色差距會更大。